台南市暌违22年后，再度举办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这届开幕典礼融合了台南独特文化特色，展现多元的文化底蕴甲风貌。典礼上由4下音乐组合 Crossing 跨世兄弟以 rap 方式介绍各县市选手代表进场。用双脚抛向前，台南精髓，热情永远在这边。风吹过太平洋，海浪也轻轻唱。总统赖清德也特别出席开幕典礼，除了恭贺今年的全中运顺利圆满，也希望所有选手展现平常时训练成果，摕到上好的佳绩。代表台湾各界恭贺今年的全中运顺利圆满成功，每一位选手在竞技场上都能够拿出你们平时的训练，夺得最好的成绩。另外，我要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感谢教育部以及体育署，每一年都筹编经费，协视各县市政府来举办。特别是今年的全中运，黄伟哲市长率领市府团队，可以说是非常辛苦。不管是比赛场地的选择、赛程的规划、交通运输的安排，或者是各项行政工作的协助，可以说不眠不休，已经忙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大家是不是给台南市政府黄伟哲市长跟他的团队一个热烈掌声，好不好？全中运主办城市台南市长黄伟哲也代表全体市民欢迎全国各地选手齐聚。强调全中运是选手运动生涯当中重要全国性赛事。台南市暌违22年后再度举办，会以相关的规格、上完善的准备，迎接这届运动盛会。我们114年、2025年全国重点学校运动会，我们今天的这个大会主题叫“荣耀的起点”，也就是说，一个人运动生涯中间第一个全国性的赛事就是重点学校运动会。小学生并没有。但是我们很开心的迎接所有，这次规模最大的，总共来自全国各地的选手、教练，大概有18100多位。那所以说这个是可以说是盛况空前。但是对台南市来讲，我们也热情接待所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好朋友。黄伟哲嘛感谢赖清德总统在担任台南市长期间，规划推展亚太棒球训练中心。后续则由李梦燕代理市长林来发包，并伫咧伊的林来完工，成为全台上大的棒球训练基地。黄伟哲强调，这届开幕典礼以演唱会顶级来规划，热情迎接所有选手到来，展现台南市的热情甲活力。记者张淑维采访报道。